工连一字也无写出来。我问你，哪呢？恁那两张文章究竟什么人天罪？讲啊！什么人罪？严紧讲实。蔡英。哎呀，讲都讲是咧惊啥啦？迄是华安替我做的。是华安，你？我嘛是。什么？你这人死有铁心，心无路用。老孙，你甲我讲，你亲目睭看到因两个人做这两篇文章，如今你实在让我足失望的。华安，你为什么替恁两个少爷做文章？太师下罪。华安，你真正好大胆！你竟然替两位少爷骗做文章，哼！要你分明是强要替我吹手者。好，我招你考试。罗相公，你是在行满报，我是小小一个路菜票，哪跟你相比咧？要既然教你睡觉，你为怎要替做文章啊？安尼可见讲你偌把好心，我要当场跟你考试。非辞不可。决定要跟你试。罗相公，你是先生，我是奴才，我做事人袂笑，你若做事呢？安尼啦，我离开这个所在，这个教师的地位让你做。嘿，欢啊，欢啊，阮爸看到迄两张文章，一定足欢喜的对。啊，阮爸敢知影你替阮做的？毋知影，也毋过恁老师有讲，伊当场有看恁做。啊，阮爸一定足欢喜的，安尼咱有想啊。太师爷还佫有伫讲伊要来当场考试。哈？当场考试？是，恁老爸要亲自做题，互恁两个人做两篇文章。这声一正力咧，烦啊！拜托，我做一摆。嘿啦，拜托啊，你甲我想一个办法咧啦。这摆我无法度咯。还啊！拜托咧啦，我一摆就好啦。甲你讲，我这摆都无办法啦。莫安尼啦，甲你跪啦，拜托的啦。拜托，你若搁甲我做一摆文章，我阿爸阿摆若是死去，我财产一半好你。对，我将我心爱的秋香送你做某，拜托。拜托的啦，拜托。你来在创什么？不，拢无咧创啥，无代志，啥物都拢无。华文华武啊，恁本来吼功课是真进步啊。太师爷看到恁两篇的文章哦，哎哟，偌欢喜啊！通来希望要看恁。华文华武，我问你，这两篇文章敢真正是恁家己做？我家己做的啦。对啦，老爸，人讲秀才无假，阿贵无真，迄文章要哪会用去假？对，太师爷，二位少爷吼，因真聪明啊。那照这两篇文章甲看起来啊，嘿，我下淡薄仔功夫落去，经过几个月啊，就连个苏州财主董必好嘛对袂当着。太师爷，你甲我是毋是有这同感嘛？安尼好，那安尼，我要当场甲恁两个人考试。爸，唔免试啦，两工才考啦。老爸，对啦，今仔日阮已经有够忝啊，明日才考。哎呀，二位少爷，太师爷既然搁来啊，伊嘛叫你甲你考试，考试就考试，写像啊文章好看咧，你老爸看一下。老爸，明日才考敢袂用？袂用呢。华安，在。文房四宝。是。
我这有两个题目，还在，给你两个少爷看。是。你有听准吗？我爸，我今仔日吼唔知安怎吼，我这头壳安尼戆吼，无我先来去困，互阮睡是先做，我明仔载才到。老爸，这款的文章哦，对我来讲是足简单的啦，无安尼好啦，规气你入去歇困啦，也互阮大个代先做，明仔载我就会教你啊。什么？不用，我爱恁当场踮这个所在做互我看，甲我紧写。哎呀，你真紧不怕火啊！我甲惊什么？考就考，你惊啥？写嘛。你讲嘛袂惊。挂苦。是上细想哦，这边想你就迄边想啊，想了搁再想，想来想去无主张啊！过来甲我摸吧。我做一摆，我打在上面，我来甲我摸吧。是。好啦，拜托好无？你来甲我写两字吼，请互你做好。好，我过来甲我摸吧。好。你甲我徛在这边边啊！是。做好未？啊未。啊？什么？你两个做规半工，连一字也无写出来。我问你，那安尼，恁两张文章，究竟什么人替恁做？讲啊！什么人做？严紧讲实。怎样？哎呀，讲都讲是咧惊啥啦？迄是华安替我做的。是华安，你？我嘛是。什么？你这人小铁心，心无路用。老师，你甲我讲，你亲目睭看到阮两个人做这两篇文章，如今你是在让我做失望的。华安，你为什么替恁两个少爷做文章？探视下罪。
你真正好大胆，你竟然替2位少爷骗做文章，哼！要你分明是强要替我吹手者。好，我招你考试。罗相公，你是在行满报，我是小小一个路菜票，哪跟你相比咧？也既然教你生肖，你为怎要替人做文章啊？安尼可见讲你偌把好心，我要当场跟你考试。非试不可。决定要跟你试。罗相公，你是先生，我是奴才，我做事人袂笑。你若做事呢？安尼啦，我离开这个所在，这个教师地位让你做。一定爱去。非试安尼不可。好，还啊，改拼，有代志都有代志，无代志我负责。对，你敢会写？有阮2个徛关山，看尾仔烧炭。小铁丝，你甲我点点。罗相公，咱是要如何处罚的哈？咱是来做一对也好啊，唔好？请罗相公先出队。听。率压得机，头着地。对。风远火药背朝天啊！绝句，绝句。你免拄仔咧假内行啦，啥物咧作句？小铁丝，不准恁开口。是。也有说说观音，一片平心难救苦。恶人罗汉，两行自类假自卑啊！有意思。点。也有过来，塔顶葫芦，手摇娘线压白梨。声调低调，道声乐器假晴天啊！安尼啊有诶，含天也要甲剥落去。你点拖起来。罗相公啊，你创作就是遐今年古董的老地，这3岁囡仔就会晓做，你哪唔做一寡较新的呢？要新的，新的有，你详细听来。花开花谢，花谢花开，盛开盛谢，也盛谢也盛开。人生人事，人事人生，先生先事，先事也先生啊！先生的嘛先生。我老先咧无过啊。点的。完，啥？莫搁对。是。太水啊！我真见笑，我连我倒来食家己啊。真的啊？你够惨啊！够惨啊！老师，你会包好我雨伞，甲你款好啊？你服务搁真多。嘿啊，你慢听，听好。你有满版的文章，安怎无要上京应考？这小的略知1、2、2啊。安尼好，老师已经习惯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伫店厨房所在陪2位少爷公托，好我教的字。准备。